勁過富士山，700g 漫畫級極巨豬扒。今次你介紹呢間位西新宿，車站一出行8分鐘左右。漫畫般的肉塊啊！咁我哋 go go go！ 呢間嘢最近先開張，環境有格調，挑戰700g 馬特洪峰，叫咗杯橙酒。嗱，橙酒係冇橙噶，係用白葡萄連皮釀製。午餐加200 yen 就有飯同湯任食任飲。700g 馬特洪峰，哇！呢個真係勁大嚿肉，黐線香到癲啊！睇到都流晒口水。切開佢睇睇先，塊肉勁軟熟，哇！嚿肉爆晒汁，非常幼嫩。試試先，肉口 juicy 啊！日本小姐姐試食。哦，胡米一共有6種調味料，推薦呢個芥末醬同塊豬扒最 match 啊！好滿足，一定要試呢個。正です，飽到嘔，一個人2000 yen 左右。喂，有冇人成功挑戰1000g？有嘅留言話我知啊。Manoni Poku Sticky，下次再見。